总感觉这个世界乱套了啊！富吃野菜，穷吃肉，狗穿衣服，人露肉。男的女性化，女的小孩化，小孩宠物化，宠物人性化。中老年人在奋斗，年轻一代在享受。父母背着一身债，儿女活得像富二代。农村有房他不住，城里必须买一处。买了车子他不开，一年四季厂里待。媳妇儿过得像娘娘，婆婆过得像丫鬟，爷爷过得像孙子，孙子过得像爷爷。夫妻虽然睡一头，各玩手机不交流。人在家里心在外，离婚比结婚快。小伙追起了少妇，少女爱上了大叔，终究是大棚乱了四季，金钱乱了年纪。狗不看家了，猫也不抓耗子了，那庄稼和草都分不清的人，搁那教农民怎么种地呢？你說這可咋整啊？這一天天的。咁啊呢度做咩？響度及住睇有冇啲鹹濕佬裝人沖涼啊！阿六嬸有冇鹹濕佬裝你沖涼啊？嗱，六嬸冇證冇據，你咪亂指啊！